8月26日喺社交平台流傳幾段影片，事件發生喺觀塘 APM 商場中庭，一名女童竟然被一名身穿紅色上衣嘅中年女子當眾大力掌摑，導致女童失平衡跌倒，需要由旁人扶起。片段顯示，當時藍裙女子同白裙女子爭執，紅衫褲突然衝前推開女童，再掌摑佢一巴，女童茫然跌倒，場面混亂。其後有男途人仗義執言，大聲質問。警方接報到場，拘捕3名女子，包括34歲姓吳女子、68歲姓梁女子同34歲姓徐嘅內地女子。調查顯示，事件起因而同場地設施使用有關。3人爭執期間爆發打鬥，梁女更涉嫌以手襲擊女童。3名被捕女子及女童均受傷，清醒送往基督教聯合醫院治理。案件交由觀塘警區刑事調查隊第5隊跟進。